最近香港發生嘅事都好沉重，都喺時候去改變下心情。希望呢條片可以俾大家輕鬆啲。今次就帶大家搭地鐵，一日就去晒6個聖誕頂級打卡位，全程唔使兜路睇晒。第一站就係尖沙咀海港城，好多聖誕樹喺度，十分壯觀，又放咗好多動畫角色，好多人喺度打卡出片。然後隔離1881 Heritage 聖誕版 Baby Milo 可愛到爆，潮流同節日嘅完美結合。然後坐幾個站到中環皇后廣場嘅巨型聖誕樹，一定記得影。20米高嘅聖誕樹好型，隔離置地廣場嘅聖誕小鎮充滿住歐式氛圍，呢度打卡點影都有高級感。然後再到灣仔利東街，成條街都俾巨型鈴鐺、閃爍燈串同聖誕樹包圍，節日氣氛濃厚，隨便影女朋友都好靚。最後到銅鑼灣時代廣場，電影同聖誕節主題，聖誕樹同優秀大都會嘅唔同角色都喺度，帶埋自己嘅寵物去打卡，搞笑又出片。由尖沙咀一路到銅鑼灣，地鐵串起聖誕彩蛋，快啲出發去留低2025嘅聖誕回憶。